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方東升。今晚嘅主要新聞有：幾個香港記者，包括本台新聞攝影師喺北京採訪時俾人毆打。本台新聞部同多個新聞團體都譴責今次襲擊事件。特區政府話，香港記者喺內地正常同合法採訪應該受到尊重。張曉明話，應該務實處理奶粉爭議，避免矛盾擴大同傷及內地同香港感情。立法會小組委員會討論限帶嬰幼兒奶粉嘅修訂條例，多個政黨要求政府承諾措施只會短期執行。睇下詳細嘅內容。喺北京，幾個香港記者，包括本台嘅新聞攝影師，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嘅太太劉霞屋企附近採訪嗰陣遇襲。其中本台攝影師俾5個懷疑係保安嘅男人圍住毆打受傷。公安到場調停，但就冇對5個涉及事件嘅男人採取行動。我哋先睇下事發經過。別在我門口錄啊！我給你摔了，聽到沒有？遇襲之前一刻，其中一名涉事嘅男人企圖阻止本港記者拍攝，其他男人就用手推開記者。突然之間，本台攝影師遭多名嘅男子衝前圍毆。由另一個鏡頭可以睇到，其中一個人箍住本台攝影師嘅頸，同拉扯佢。部分人用手去打佢。攝影師跌倒之後，有人繼續用腳踢。是不是害怕啊？本台攝影師之後繼續拍攝，再度俾人箍頸同埋追打，最後連攝影機都被打爛埋。說完沒有？走，說完沒有？聽到沒有？事發喺下晝大概5點，當時一批香港記者，包括本台嘅記者同埋攝影師，正喺樓下住嘅小區門口外邊採訪保釣人士楊康，嘗試申請入去探樓下。5至10分鐘之後，小區裏邊突然間有4至5名着便服嘅男人走出嚟襲擊記者。公安事後到場調停，近嚟未有阻止嗰批涉事嘅男人翻返去小區裏邊。又話記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派出所立案。本台記者一直追問嗰批男人嘅身份，但係現場嘅公安話冇需要問咁多。之後更加一度沒收記者證。本台攝影師夜晚去到北京朝陽醫院驗傷診治，醫生報告話佢胸口一啲軟組織受損。受傷係個心口呢個肋骨位嗰度痛，呼吸嘅時候，同埋右腳行路嘅時候啲肌肉痛咯，係啊，同埋頭呢度都俾佢打到腫咗咁。醫生睇完醫生之後，佢話啲骨咧就冇裂到嘅。咁啊，啲軟組織同埋啲肌肉撞傷咗、受傷咁。醫生向佢表示，如果發現頭暈，就要覆診。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鄭思婷依家就喺北京嘅兩會新聞中心，係內地當局有咩回應啊？係啊，方東升，我而家咧就喺兩會新聞中心呢一度㗎。嗱，事發之後咧，新聞中心亦都有派人去到現場，咁之後咧亦都係邀請在場嘅記者翻嚟新聞中心呢一度進一步了解翻件事。嗱，講翻本台攝影師咧喺夜晚去醫院驗傷之後，已經係去咗洋坊店派出所，大概1個鐘頭之前喺10點鐘去咗派出所嗰度啦。咁警方呢就睇咗醫院嘅驗傷報告，咁然後呢而家就仲係做緊筆錄㗎，同本台攝影師呢係了解翻事發嘅經過。嗱，講翻當時啦，事發之後呢，我係有即時喺現場嗰度報警，咁公安嚟到呢，就向在場總共7名嘅，包括我哋嘅記者同埋攝影啦，就登記咗個人資料。嗱，當時我仲見到呢，打人嗰一班人呢，仲係企喺樓下住所所屬嘅小區嘅大閘外面嗰度，離遠呢就望住我哋。我就問警方嗰一班到底係咩人呢？就想知道佢哋嘅身份，到底佢哋係保安員啦、城管人員啦，定係便衣公安等等呢？咁公安就冇正面嘅回應，咁仲一度呢係沒收咗我嘅記者證。咁之後呢，就要求我哋呢一齊翻去呢派出所嗰度呢係登記一啲資料咁樣。我就反問啦，咁點解呢打人嗰班人呢係唔使一齊翻去派出所咁呢？咁佢就話呢要我哋呢一齊係要記者呢翻去派出所報警立案之後呢先至會進一步繼續調查呢一單案㗎。
咁而家呢，我哋已經就事件呢向港澳辦呢係已經反映咗。咁港澳辦同埋兩會新聞中心都話呢會繼續跟進，同我哋保持。先交翻俾方東升。好啊。面無線電視新聞部發表嚴正聲明，強烈譴責今次事件，表示絕對唔能夠接受記者採訪時受到暴力對待，要求公安同內地有關政府部門徹查事件，一定要將施襲者繩之於法。亦都要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同埋全國記協要盡力保障香港新聞界喺內地嘅採訪自由以及人身安全。而本台攝影師喺事件當中受到兇徒拳打腳踢受傷，高清攝影機亦都受到破壞。本台要求有關人士賠償同埋道歉。另外，特區政府亦都關注事件，而多個新聞團體都譴責用暴力襲擊記者，要求內地當局交代同埋跟進。特區政府夜晚發新聞稿回應香港記者採訪遇襲事件。政府發言人話：十分關注事件，重申香港記者喺內地進行正常同埋合法嘅採訪活動應該受到尊重。政府會透過駐京辦了解情況。記者協會話事件嚴重。